大家好，我是嘉辉，今日要来分享这篇我写的台语散文《头摆台文笔会大会》。会记伫旧年的8月去参加阿玲老师的讲座，我是欢喜到挡袂牢。下课就和老师聊天，讲几句话，讲我想要加入台文笔会。伫10月时，我就变成正式会员啊，实在有够痛的。会当加入对有在写台文的我是一种肯定呢。到今年1月份，我参加台文笔会会员大会，心内有够紧张嘛有期待，将暝困拢袂去，一直在想即件欢喜代。去参加的当日，我早起8点外就坐火车去台南的成功大学的台文的教室。我到的时还真早，刘教授就叫我斗3工，我就应好，就伫柜台斗分物件。要开始进前，阿玲老师带我熟悉逐个先摆，我甲逐个拢称呼老师，安尼就无毋对。我在想，逐个前辈拢是我学习的对象。开会时听到足侪前辈的报告甲消息。我嘛有去台顶分享我写的台语诗，诗名是《署名前辈，请你有运仔行》。有老师讲伊听了足感动的，安尼我写了就有价值啦。到要到的时，笔会传讯息予咱遮，实在足赞的。我感觉台文笔会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。我就分享到遮，多谢大家，再会。